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尼希米記第2章第1節至20節，主題係尼希米獲准返抵耶路撒冷。作者喺尼希米記第2章記載，亞達薛西王第20年，尼希米喺王面前奉酒，王見佢面帶愁容，就問佢發生咩事。尼希米心裏默默禱告之後，回答王，提到耶路撒冷嘅荒涼。王問尼希米有咩要求，尼希米就求王准佢返去猶大重建城牆，又求王俾佢詔書通行以及木料，等佢可以建造城門、城牆同自己嘅房屋。因為上主施恩，王批准咗尼希米嘅請求，仲派軍長同馬兵護送佢返國。尼希米到咗耶路撒冷3日後，就喺夜晚帶住幾個人去察看城牆被破壞嘅情況。尼希米冇即刻同官長講佢嘅計劃，察看完之後，佢先同百姓講明當時嘅困境，同埋神恩手點樣幫助佢，鼓勵大家起嚟建造。不過參巴拉同多比亞就嗤笑佢，譏諷佢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尼希米記第2章記載，王見尼希米面有愁容，問佢原因，尼希米冇急住答，先喺心裏向神禱告，然後先回應。咁當你面對有權勢或者關鍵人物時，你會唔會仍然專心倚靠上主，而唔係淨係靠自己嘅口才同能力呢？